嗱，今晚咧，我哋嘅團隊咧就諗到一樣嘢咧，就想同大家分享下，吹下水嚇。咁澳洲而家係10月尾啦，咁好快脆咧就到學生嘅暑假啦嚇。喺春夏天之間咁啊，我哋去睇翻過去呢一年或者呢2年，然之後咧年尾之前做個總結嚇。我哋探到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如果你講服裝潮流，係話 streetwear 已經唔再流行咧嚇。因為 streetwear 嚟講咧，一般嚟講咧都係好美國嘅嚇。咁通常係嗰啲 Jordan 嘅鞋啊、Nike 嘅鞋去襯，譬如 Supreme 嘅、Baby 嘅或者有陣時喺籃球波衫為主啦。但係聽講話咧，而家啲 Jordan 嘅鞋咧，甚至乎 Nike 鞋咧就滯銷，係咪啲人唔係好想再掂呢類型嘅美國文化嘅美國化嘅服裝潮流咧，反而會唔會係想轉工，譬如足球多啲嘅歐洲嗰邊多啲？譬如我今晚其實呢件 PSG 雖然係 Jordan 版，因為 PSG 但係其實足球衫嚟嘅。所以我哋而家都即係計劃緊，可能講多啲波衫啫，講多啲波衫，反而會做少啲嘅鞋，可能會係咁，或者可能你有機會俾啲意見我哋咯嚇。你想睇啲咩咯嚇？以往譬如6年啊、7年，可能我 focus 多啲喺鞋嘅飄物鞋方面但係好可能而家就我哋改變個方向啦，可能係啲衫多啲，波衫嗰啲。其中一樣就係可能就係足球始終係一樣，即係普世嚟講啦，係受歡迎過籃球嘅一個嘅運動啦嚇。可能我哋會想做多啲波衫。籃球就一個國家嘅，以往譬如中國大陸可能佢哋中意籃球多啲嘅，中意啲籃球嘅鞋啊，中意籃球衫，但係而家係咪變咗咧？我哋都唔清楚嚇。你其實可能睇到就係，譬如 Complex Con 啊、Sneaker Con 嗰啲係咪少咗人咧？而家少咗人去咧，少咗人留意咧。咁呢啲係我哋探討嘅問題，同埋咧，亦都係咧，對於未來推廣，我哋會可能有一啲方向上嘅轉變吹下水啦，今晚熱地啊，呢個熱地OK 啦就咁先。